大家好，我係羅欣，今日就嚟到美麗島附近咧，諗住去揾一個好地道嘅小酒吧。因為其實嚟咗台灣4年都冇乜點樣行過高雄，咁今日咧就借住呢一個 project 咧，去探索下呢個藝術類型嘅酒吧。大家一陣間就跟住我行啊！小島公寓佢就坐落喺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一路上面。咁佢附近嘅景點呢，就有以多樣化小食聞名嘅六合夜市，佢交通呢就係相當便利嘅，行路4分鐘亦都可以到達呢個捷運美麗島站。喺台灣，公寓從來都唔會追求整齊劃一嘅。鐵窗外推嘅陽台、交錯嘅管線同層疊嘅招牌，亦都係居民喺生活入邊留低嘅痕跡。常見嘅騎樓作為行人通行嘅空間，同時都可以遮陽避雨。咁樣係因應台灣呢個氣候而發展出嚟嘅街道形式，就係介於一種公同私嘅空間。1樓架空，2樓外推。行人呢就會喺呢一度行走、暫停、相遇。城市嘅節奏亦都會因此咁樣放慢咗腳步。夜晚嘅燈光亮起身，建築就唔單止係結構啦，而係開始回應人本身嘅存在。喺咁樣嘅騎樓街景入邊，今日嘅主角小島茶酒就咁樣靜靜嘅存在喺老公寓嘅1樓。佢從來都唔係刻意咁俾你去見到嘅，而係存在喺我哋嘅日常中，慢慢咁樣俾你去發現。咁我哋終於揾到我哋嘅目的地小島酒吧。咁小島酒吧係一個好 chill 嘅地方啦，佢就係一間結合咗酒吧、畫廊同埋民宿嘅建築。咁佢就隱藏喺呢個六合一路嘅舊城區入邊，所以嚟玩嘅朋友要注意啲啦，唔好掛住低頭玩手機，知唔知啊？咁啱啱提到嘅嗰一個畫廊呢，就係呢棟建築嘅老闆係特登開放一個地下室呢，去俾一啲台灣嘅新銳藝術家去辦展覽嘅。我覺得呢個主題好正咯，你又可以免費睇展覽，你又可以飲酒，你又有得住宿。即係呢啲咪就係我哋呢啲港澳文青最中意嘅地方咯，又可以 po IG， 又可以影相，最緊要係有酒飲。而且呢度嘅酒係嗰個 bartender 會自己用一啲台灣嘅茶葉啊，或者係水果去做調酒嘅基底。8點鐘事不宜遲入去。咁啱啱就係點咗2杯啦。咁因為佢呢邊嘅茶酒就係好出名，咁呢一杯呢，就係點咗台北文山包種茶。咁佢就係呢個茶嘅烘焙風味比較重嘅。咁呢一杯係佢哋獨有嘅水果特調啦，就係 virgin 無酒精嘅。咁佢呢個用嘅水果係台灣嘅無花果，所以佢嘅風味會係比較偏酸甜口。Cheers！ 第一杯敬自己。佢同一般嘅調酒唔同咯，佢如果你齋聞咧，佢係冇乜酒味，佢係好濃嗰種茶香味咯。我應該會逐杯。
是2款調酒，就是很驚豔。因為我是第一次喝到茶跟酒的混合，對，所以就是想詢問一下，為什麼會想說把台灣的茶葉跟酒搭配在一起？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靈感或者一個想法？OK， 因為其實像是調酒從以前的時候都是用一些新鮮的水果之類的，然後其實到後來之後，到台灣就是慢慢越來越多人在去做一些茶，或者是有花香或者新香料之類的東西。那我們家老闆他們本身他們老家就是在做茶葉的，在賣茶葉的，對，所以我們後來就是把他們家的茶葉去跟我們家的酒去做結合，對，所以才叫說到茶酒這樣子。老闆是指這個建築的主人？不是，是另外一個。對。是分開的。了解，真的很好，謝謝。整體做比較清爽一點點，主要讓它的茶香會比較明顯、直接一點點。那如果客人來的話，他們最常點是哪一種茶酒？茶酒都蠻平均的，因為我目前是做6款茶嘛，然後6款茶都會有各自它各自喜歡的客群。了解。對，所以稍微的蠻平均的，算蠻平均的。那有沒有客人是因為就是那個一來然後發現有這一間酒？有啊，也是數量多嗎？數量多嗎？我好像沒有一個比較值，但我覺得還 OK 啦，因為他們就蠻多可能是自然這個騎摩托車下來看展覽，然後看完之後就說，那我下次過來喝酒。那他們就是只是偶然發現。就偶然發現展覽，他們是有在經營，就是像 Instagram 的那一種，然後可能自己可能本身有在涉獵這一塊的，但可能就會被推薦嘛，然後就會互相看一下，然後偶爾就會過來出去看。OK， 咁飲咗啲酒，好超，所以而家要落去我哋嘅畫廊，我影俾大家睇。樓梯有啲斜，慢慢行落去。神志不清，差啲睇唔到路。咁我哋今日嚟睇嘅一個畫廊就係被我帶走的漣漪。咁呢一個空間呢，佢就係叫0號畫廊啦。就係喺個酒吧嘅地下室有一個方方正正嘅環境，係俾一啲台灣新鋭嘅藝術家去做呢個展覽嘅。咁啱啱同老闆傾過，都話係其實好多人因為呢個知道展覽，然後發現到呢個酒吧，亦都有一啲旅客係因為酒吧，然後發現到有畫廊，就係一個我覺得係一個好相輔相成嘅狀態咯。咁因為一個空間係比較方方正正簡潔嘅，咁其實都有好多可以運用嘅地方。可以簽名，到時我就簽一個到此一遊。一個好明亮、好乾淨，一入到嚟就覺得好舒服。今次參訪嘅個展被我帶走嘅漣漪，聚焦喺記憶嘅片段同情感嘅流動。藝術家傅斯林以畫畫嘅方式去呈現童年、旅途以及記憶深處嗰啲看似好輕柔，但係會牽動人心碎嘅瞬間。從台灣嘅根到法國嘅光影，再到西班牙嘅街景，構成一種私密但係又普遍嘅經驗敘事。作品入邊熟悉嘅場景同細節，彷彿係被從時間入邊取出嚟嘅漣漪，喺我哋呢啲觀眾眼中慢慢咁樣去擴散，引起我哋嘅共鳴同埋回想。
藝術同其他傳統嘅畫廊唔同，係一個致力經營將藝術同生活緊密相遇嘅實驗場域。佢哋期望可以用有限嘅空間去創造無限嘅可能，持續以新銳藝術家嘅個展同一啲小型嘅實驗性展覽去作為佢核心嘅策展方向。過去嘅展覽多數都聚焦喺藝術家個人嘅經驗同日常觀察，作品嘅形式涵蓋繪畫、裝置同跨媒體嘅實驗，去呈現藝術家對記憶、情緒同生活細節入邊嘅一啲細緻創作。喺一個代表無限可能嘅藝文空間入邊，展覽就唔單止係觀看嘅場域，而係一種鼓勵我哋停低、感受並重新去連結自己記憶嘅一種邀請。咁樣就可以又飲酒，又可以感受一下藝術嘅薰陶。如果想知道近期有啲咩展覽資訊嘅話呢，就可以上佢哋嘅官網上面去睇佢哋有啲咩資訊 update 啊。那就是有看到那個0號畫廊非常特別，那為什麼會想到在酒吧裡面去藏一個藝術空間呢？因為其實主要我們老闆他們本身他也是有在收集一些畫之類的，然後可能也覺得說調酒也算是一種藝術，所以我們就想說要讓我們的環境再多一點，就是除了調酒以外的，所以去把它樓下去租借給一個專門在做藝廊部分的。那在畫廊裡面辦展覽是怎麼去聯繫這個藝術家，或者是不是有藝術家會自己主動聯繫？對，因為我們主要的話是樓下是交給另外一個人去做負責嘛，因為我們就是承租給他了，那他本身的話就會去看說有沒有人去跟他去做聯繫，像我們之前就是也是有接過一些像是外國的藝術家也是有的。那小島酒吧就是會用台灣茶去做這個調酒嘛？那其中最大的條件跟樂趣是什麼呢？最有趣的一個點，也蠻難的一個點，就是像茶葉，它的每個茶葉它會有可能不同的調製方式，可能它會有一些它的溫度或者是時間，那些我們都要一一的去做嘗試，然後去做出來之後再去感覺說，是不是時間要短一點，溫度要再高一點，還是什麼的，然後跟這個做出來之後，再去跟其他調酒的元素去做結合的時候，味道會不會被蓋過，或者是會太重，就要一一慢慢的去做嘗試。那為什麼這個酒吧會叫做小島酒吧呢？對，因為其實小島的話，我們就是想要走比較台灣味一點點，因為其實小島的這個就是在講，就是在台灣講台灣的這個小島，對對，所以我們才刻意去用一些比較多台灣的元素去做。好，謝謝。感謝。咁呢位就係小島酒吧嘅店主啦。咁啱啱就係有同佢傾偈，就係因為啱啱同店主傾偈嘅途中呢，就係了解到好多人係因為畫廊先發現到一間咁在地嘅酒吧。其實完全同我嘅相反係唔一樣，因為我一開始以為大家都係因為中意飲酒，然後係有嚟發覺有個畫廊喺度喎。咁啱啱就係有傾到點解小島酒吧會叫小島啦，就係因為呢一間酒吧嘅老闆希望小島酒吧可以作為台灣呢一個島嘅縮影，所以佢就叫小島。佢同時都希望呢一個空間可以承載藝術，佢希望可以將藝術同調酒啊呢兩樣佢覺得好重要嘅文化去推廣俾遊客啊，同埋一啲在地嘅居民咁樣咯。今日真係一個滿意十足嘅行程。時間差唔多啦，係時候要趕早唞啦，各位。拜拜。